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9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来关心疫情哦，今仔日增加16例本土病例，2例带病入境哦，无人死亡。另外，咱台湾的注射率嘛已经有32.31%了。但市长嘛讲哦，目前咱国内的疫苗护照等个准备，咱来听详细的说明。那本土的病例有16例，新北市有7例，台北市有5例，那高雄市2例，桃园市、嘉义市各1例。那整体的疫情还是朝向可以控制的方向哈，只要是在合法在居留在台湾的人都可以来做意愿登记。所以我们现在疫苗接种的人口涵盖率30.97%。那即时人口比达到32.31%。我们现在对于打过疫苗的，并没有开放我们的检疫措施。好，那所以这有没有疫苗护照，对我们来讲，在目前目前还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也积极在做我们本国相关的疫苗的护照。那 WHO 现在的建议说，希望透过大家双边的协议，好，然后去互相去认可。好，那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在资讯这边尽量快的把它做出来。咱来看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增加16例本土病例，2例境外嘛无6人死亡哦。今仔日台北市是增加5例哦，新北市有7例，桃园佮嘉义拢是1例，高雄有2例。咱台湾目前的总病例数是超过15637例咯。咱再来看，国内民众拢想要赶紧会当注到疫苗，所以预约登记的人是真侪。也毋过说传出讲，因为疫苗的数量无够，所以有一寡县市就宣布讲要先暂停注射，嘛暂停预约。第4轮疫苗开始意愿登记，不过即马却传出因为疫苗数量无够，后备少县市宣布要暂停预约甲注疫苗进行。亲像新北市决定8月初1到初4暂停注疫苗，苗栗县自8中到9至9暂停平台预约登记，31到8月初4暂停注疫苗。云林县是自8开始暂停预约，7月31到8月初4暂停注疫苗。嘉义市是自8中到开始暂停预约。屏东县是调整部分注的时间。如果疫苗就是不够，那一定有已经预约的人拿不到疫苗，不然疫苗就是不够。那所以中央他最后决定把这疫苗留给哪一些人打，留给哪些区域打，这个是他自己通盘的考虑了。目前国内新冠疫苗注一剂人口注射率已经有3成，不过外界烦恼，疫苗保护率是以注完2剂来算，若是以1剂注射率有3成来算，目前全国差不多只有18%的人有保护率。若是疫苗到货量不如预期，恐怕出现注第1剂了后注无第2剂的情形。1剂疫苗它有做过一个研究它把那个时间间隔分成3组，就是差不多间隔1到3个月，间隔差不多4、5个月，然后间隔11到12个月。结果发现说间隔越久抗体越高，间隔11到12个月的话，那个抗体浓度比那个其他的2组还来得高一点。所以疫苗那个的加强剂其实不一定要在1个月的时候就打了。医师认为，注新冠疫苗主要是用避免重症，注了后也是有可能染疫，也可能传染给别人。尤其是未少国家疫情起起倒倒，所以要达到80%的人拢有免疫力，才能降低病毒个危害别人。目前国内0达已经降到1以下，确实用维持，或者是降更较低，更加上过来洗手、挂喙安。伫注射率也无求到真悬进前，仍达到一定的保护效果。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疫苗注射率嘛已经有3成，也毋过市议会国民党团是质疑讲，这是市政府压迫基层的休困时间换来的成绩。伊嘛指控讲有真侪林长到打阁无通注射，也毋过市政府是表示讲，大部分的林长拢已经有注射了。另外有议员嘛建议市政府会使提悬奥运的奖金，市长陈其迈当场就讲无问题。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开记者会，指控市府拼出着注疫苗的好成绩，其实是把所有连起的工课拢等互基层的李连长去无用，甚至到已经会当开放民众拢来预约注疫苗的时阵，基层的连长到即马阁无全体注过疫苗。这种登录的方式造成很多的民众年纪大的，他根本不会上网，他也不会登记，所以通通都跑到里长那边去拜托里长
那造成里长非常大的困扰哈。连手机都没有，要怎么帮他预约？也是我们自动去帮他预约，他预约有过，他就感谢我们；预约没有过，就怪我们了。市府规定伫网络预约的部分，拢有甲4大人的厝内的人教，希望因会当家己来预约，减轻着基层的负担。若是林长公费疫苗的部分，因为即马做疫苗预约的年纪已经下降，大部分的林长其实拢已经预约做了疫苗。伫个总质询第2天，即是有民进党的议员摕出高雄籍奥运选手的相片，互陈其迈来考试，嘛呼吁市府选手为国争光，市府嘛应该伫个奖金来加倍。能不能允诺说，未来高雄市的子弟兵？他在奥运得到金牌、银牌、铜牌，我们就给予这样的奖励补助。市长，请回答。能够给予更多的这个照顾，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来研究一下了哈，这个适用的时间规定了。市府同意这个建议，一方面会当奖励，嘛一方面会当照顾着选手，而且市府的同仁来演绎会当用的时间。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共报道。前总统李登辉已经过身1档了。李登辉基金会董事长李安妮呼吁政府应该做伙来成立国家级的李登辉纪念图书馆哦。另外，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嘛表示讲，想要来台湾祭拜李登辉。李安妮是讲真欢迎，也毋过因为疫情，不一定爱伫7月30这天哦。外交部嘛表示会全力来提供协助。7月30是前总统李登辉过身周年，选伫前一天，伊的查某囝同时嘛是李登辉基金会董事长的李安妮，出面呼吁政府共同推动催生国家级的李登辉纪念图书馆。为筹备到即马总算有具体进度，地点阁选伫七州路的台大法学院旧地址。我们也了解政府对这件事情是正面的哦，那只是希望多听家属的意见哦，那也多听各方的意见。那我想今天，大概有一个跨出一小步了。明天我上山，我就会跟爸爸做个报告。管中闵校长亦曾清楚表达本校对于此倡议的正面态度。筹备图书馆工程真大，台大校校正面看待，甲李登辉交情真深的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伫日本产经新闻专访时阵透露，只要情况稳准，伊想要来台湾陪望。外界好奇时间敢搁伫7月30。李安妮讲要到五指山，什么时阵拢会使。我相信这是一个好事，我们还在努力当中哦。那我想就是要去五指山，也不一定要在7月30号的这一天哦，就是任何的时间，事实上也是都可以的。对于安倍前首相他愿意来台湾访问，外交部深表欢迎，并且我们将全力提供必要的协助。外交部指出，安倍真侪届公开强调，台湾甲日本共享基本价值，互相是重要伙伴甲珍贵的朋友。对安倍要来访问台湾，嘛会全力提供协助。记者郭灿台北由台北报道。再来看头一届的台湾、美国、日本国会议员的战略论坛早起举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来致辞。安倍表示非常重视台湾，希望台湾会使参与 WHA 甲加入 CPTPP。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嘛通过要求国务卿协助台湾重新取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身份法案。We asked that the U.S. and Japan invite all democratic nation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o warn the CCP that if any significant incident occurs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y will immediately, formally recognize Taiwan. 第一届台北市国会议员战略论坛自较早起以视讯方式登场，真侪位重量级议员拢参加，包含立法院长游锡堃、立法院会长吉乌圭司、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等。尤其日本方面阁安排神秘嘉宾出席，这是前首相安倍晋三。安倍除了呼吁自由民主国家爱团结，阁强调非常重视台湾。So what's happened in Hong Kong should never happen in Taiwan. As for Japan, Taiwan is a very important friend. To accept Taiwan as an observer, and also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necessary. 安倍议员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加入 CPTPP。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也透过致辞国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美国拢支持台湾。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法案批评中国阻挡台湾参加 WHA 的作为，各要求国务卿协助台湾重新得到世会观察员的身份。SA-12, a bill championing Taiwan's observer status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众议院也通过国务院拨款法案，其中6项真侪位有台议员提出的修正案，禁止美国行政部门开钱制作买或者是展示任何将台湾画成中国一部分的地图。美国新顿驱逐舰班福特号自备穿过台湾海峡，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国海军第7摆通过台海。台湾国防部表示有专程掌握。记者综合报道。西南风已经开始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早起雨就一阵一阵哦。气象局预测拜六礼拜这2天，西南风的强度会达到西南气流的等级。全台湾的天气是无介稳定，一直到后礼拜，中南部的雨是落袂停，所以嘛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做大水。南部地区早起有落阵雨，高屏地区的雨是不哩啊大。气象局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拜四、拜五持续有降雨回波扫过来，若西南风的强度会渐渐变强到西南气流的等级，民众都要注意可能会落大水雨。周末这2天呢，要比较留意的就是，本来位于在巴士海峡这一带的比较强的西南风，会逐渐的向北扩展到台湾上空，而且西南风的强度也会来到西南气流的等级，受到西南气流带来更为充沛的水汽，所以天气是更为不稳定的。气象专家分析，即马西南风增强，落雨的区域甲雨量拢会明显增加。目前太平洋高压是伫较北边的所在，菲律宾东边的低气压嘛当伫发展。台湾伫低气压的扰动的情形之下，中南部的天气一直到后礼拜是拢无啥稳定。我们也可以看到7月31号开始，整个低压带的影响会逐渐明朗。到了8月1号、2号、3号、4号，基本上是影响最显著的一个时间点。5号、6号之后呢，降雨的一个强度有稍微减弱，不过基本上都还是在整个低压带的影响范围当中。一直到8月初6后礼拜5，中南部是落雨的热区。专家呼吁，住伫地势较低的民众，都要准备沙包来防范。地方政府爱先清点抽水机等等防灾设施。另外，做疫苗站嘛要注意，可能会有透风、雷击或者是淹水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互外界认为是世界上上快乐的国家不丹哦，摕到国际社会关注因的疫苗了后，一礼拜内底，就帮有下资格90岁的大人拢注好疫苗。因为效率是非常的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嘛学了讲，不但是国际上达到学习的国家。医护人员照标准作业流程，要自进行先问诊。这个国家的人口有80万。27，不丹的卫生部表示讲，政府用1礼拜的时间，替全国9成符合接种资格成年人先加注第2剂。Vaccination di gozuk cira D20 le gozuk ibu anim cina lera mi desu donglin dinan lishim bera dula. From today we are already started the home-based visit for the people who are not able to walk and reach the vaccination post. 这大规模注预防针的计划会当这么有效率，参与全球疫苗分配机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学了不丹是国际关注疫苗成功的头班。事实上，今年4月，不但因为这个接种的效率真好，上过国际新闻的头版。当局接到隔壁国印度捐赠55万剂的 AZ 疫苗了后，无到2礼拜，就替全国9成左右符合资格的成年人来注第1剂。不过尾啊，印度疫情大爆发，暂停 AZ 疫苗出口，不但开始向国际社会来求助。美国捐出50万剂莫德纳，丹麦捐出25万剂，中国克罗埃西亚、保加利亚这侪国嘛拢有来出手。It's a great success story for Bhutan. We really need a world in which the countries which have surplus vaccines really do donate to those countries that haven't received so far. 不丹的地理位置较偏僻，伫个较悬海拔，替百姓大规模来做预防针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总理外交部长、卫生部长拢是医学专家，政府伫个社群媒体顶悬一直咧发布疫情的资讯，国王嘛宣导接种的好处。政府传3000个医护设置12个接种中心，事先规划设置冷链冲突，出动直升机来送疫苗到偏乡。工作人员摕到疫苗了后，唔但爱用行去接种中心，还阁爱确保疫苗的温度控制甲拄啊好。这小连续的计划拢都爱传几落个月，才会当甲超测好势。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
再来看泰国昨一日新增加16000外例，目前嘛已经543000外人胃着病。泰国嘛，甲机场一个仓库改做亚症病院，提供1800个病床，专门来收轻症的患者。伫印尼哦，伫拜三一日都有1824个人死亡，已经是继续的增加。怪兽一直伫咧学，规个看起规片的墓地拢是最近才带落去的，而且一直也阁有新冠肺炎死亡的病人的观察比上来遮等咧要抬。印尼的新冠疫情无降落，伫一礼拜二2069人死亡，创新高了。拜三又阁有1824人死亡，和7个单日新增加病例数加死亡人数阁再创新高。因为需求增加，观察业者最近拢伫咧赶工。业者讲，以前因也阁会做一寡家具，即马是全部拢伫咧生产观察。Ya paling kalau ini ya masalah 15 kalau enggak ya 10. Ya kayak begini kan belum ketahuan ini keluarnya berapa. Iya paling kita nyetok aja udah. Umpamanya lo kirim ya kirim. 志工甲纸做的面床搬到电柜，其他人是放一寡棉被枕头清理环境。泰国的浪漫国际机场一间仓库，为了要收治国家一病人，改建成做亚症病院。收治轻症患者。ที่นี่เนี่ยจะเป็น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สนามระดับ1 บวกซึ่งจะรับผู้ป่วยจำนวนมากแต่อาการน้อยนะครับจำนวนเตียงทั้งสิ้น 1,800 เตียงนะครับที่นี่จะเป็น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สนามแห่งที่3ที่ผู้ป่วยโควิดเนี่ยอาการน้อยแต่เมื่อผู้ป่วยเหล่านี้เกิดมีอาการ泰国疫情愈来愈严重，拢无降落，离北新增加16533例确诊。总确诊人数已经到543000外人。为了要减轻受到曼谷病院的负担，当局将一寡患者用火车送到增开病院接受治疗。การขนย้ายผู้ป่วยเหล่านี้คือผู้ป่วยที่อยู่ที่กรุงเทพแล้วยังไม่ได้รับการรักษาใน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เราก็จะนำพวกเขาไปให้ถึงมือแพทย์ที่ภูมิลำเนา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นะครับซึ่งมีเป็น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ในระบบที่ควบคุมตลอด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另外，泰国也计划将火车的车厢当作隔离中心，会当为轻症患者提供240张病床。按算有10个车厢会当改装，希望伫这礼拜5进前会当开始运作。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每当迄热上受到欢迎的台东就祈求嘉年华会，因为疫情今年到尾办已经是真济哦。目前县政府的态度是要继续延期，无要停办。今仔透早6点，台东县政府就办一场为台湾祈福的气球飞行的直播哦，也毋过伫场外毛民众的抗议。7粒热气球内底，包括今年头一届展示的 Hello Kitty 造型热气球。伫牧师替台湾的疫情做祈福的仪式了后，为地上牧野度假村的草坡升空。台东县政府表示，伫疫情的期间，即个头一届升空的活动，并无邀请来宾甲民众参加，嘛照中央的防疫规定，管制县府的官员甲工作人员人数控制伫100个人以下。不过，现场所有人士反对伫地上举办热气球相关活动的民众，想要早就去抗议，嘛防指讲可能会有群聚的风险。万一成为这样的一个防疫缺口，没有人承担得起。即届是办头一届升空祈福的活动尔，规个热气球嘉年华会无一定会选伫地上向来举办。不过热气球嘉年华会敢有要举办，要伫倒位办，规模有偌大，拢还未定案。县府日7要伫鹿野乡办说明会，争取共识。目前业者是希望会当举办，促进经济活动。不过说含在地人，因为烦恼疫情，希望卖办。双方的意见是天差地。他的农地有涨价，他是不是也受益？因为今年的疫情，我建议是今年停办。综合了各种不同的声音，那我们就会有不同的考量，包含地点的部分。第11年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即马热热已经过一半去。县府伫观光业者要维持经济，甲保护民众健康的考虑之下，要办也是唔办，是拢真两难。不过县府讲，30县议会会邀请县长来报告，到时就会有结论。记者综合报道。民众爱特别注意，有一种新的诈骗哦。最近有人收到简讯通知讲有店家寄物件来，所以就去超商付钱领货。后来才发现讲伊根本无订这物件，这物件品质嘛真歹。警方是呼吁讲，若是发现你根本无订货，就唔通收货。另外，消基会嘛呼吁讲，物流的业者嘛应该来斗相共民众防止诈骗。
看人面册一页式的广告，开899块买电动器皿，煞收到3个面搭，或者是有人无买物件，煞有奇怪的包裹直接配送到厝。付500块领收了后，拍开一个看，内底竟然是一罐有臭味二手的护珠链啊！最近诈骗的包裹真多，不少民众互骗去。消基会表示，最近接到投诉的案件有变较多，而且诈骗的手路多元，为配送到厝，当作是超商汇购付款，更也是借超商的名来甲民众诈骗。利用我们对于像全家、像 Seven 超商到那边去取货产生的这个业者的信赖感，所以才这样情形之下疏于防备。然后就受骗了。超商汇购付款，一般会先收到简讯通知来领货。若是平常时有大量咧网络买物件的人，超商核对领货的人购入无问题了后，就会收钱交货。若是民众无确认买的物件，就纳钱领货，这个时阵就已经互骗去啊。超商的店员讲，一般敢会当找卖物件的人来退货。不过警方表示，超商收到这种奇怪的包裹，除了报警才以外，还佫会当敲超商物流的服务专线，申请退货佮退钱。发现包裹有问题的话，请你保存你的包裹资料物件，立即向业者反映哦。针对全家便利商店的部分，消费者你可以打全家物流客服中心的服务，消费者可以打7-11的联合服务中心电话。本土疫情爆发了后，大部分的民众踮伫咧厝里，用网络买物件的频率变较悬。根据警方的统计，今年1月份至6月份，网络的诈骗案平均每个月都有8件。不过，大部分的人因为金额无大，所以真侪拢无去报案。所以，消基会呼吁提赔的业者，都要配合打击诈骗的集团。卖物件的人若无提供厂商详细的资料佮联络方式，或者是共一个厂商共一工去互投诉，3件可能是诈骗的案件，应该要随甲款项冻结，停止服务，为源头来阻挡诈骗。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